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8月初9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鸿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靠主全然得胜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的5章17到25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天使要我把上主的信息转告所罗巴伯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说，不是靠武力，也不是靠才能，而是依靠我的灵才会成功。撒迦利亚书4章6节。有一位牧师到某个乡下的教会带领聚会，很多弟兄姐妹因此大得激励。在聚会结束，牧师要赶搭火车回去，有一位年轻人匆匆忙忙跟在牧师的后面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还有很多信仰上的问题想请教你，我可不可以陪你坐火车，在车上聊一聊吗？于是这位年轻人就跟着牧师一同搭上火车。在火车上，年轻人问牧师，牧师，我很想知道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这位牧师就马上从他的口袋拿出一支笔交给年轻人，问他说，你能不能把这支笔立在你的手掌上？年轻人想把这个笔立在他的手掌上，但是因为火车摇摇晃晃行驶的时候无法成功。年轻人试啊试，最后说，牧师，没有办法啦。只见牧师把笔接过来，用他的右手的手指紧紧地抓住笔的上端，让笔尖立在左手的手掌上。牧师说，你看笔立起来了啊。这时候年轻人很失望说，牧师，那是因为你用另外的一只手指抓住笔头，才能够使笔立起来啊。牧师对年轻人说，没有错啊，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，就像这一支笔，除非主耶稣把我们紧紧的抓住，否则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哦。年轻人恍然大悟哦，知道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了。在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见证了大卫，他面对非利士人的战争，他展现了智慧和勇气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知道了得胜的秘诀。透过大卫的生命经历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？我们从几方面来看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他靠主的指引。大卫在许许多多的征战当中，他并没有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来行事，而是顺服上帝的指引。他常常寻求从上帝来的心意，等待上帝的回应，然后呢，依照上帝的指示来行动。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告诉我们，非利士人来寻索大卫几次？2次哦。大卫2次都求问神，求问这位上帝，上帝也2次来回答他。那第一次，上帝说，好，我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，所以大卫就勇敢的迎敌，结果得胜哦。第二次呢，上帝在他的询问之下要他转到敌人的后头来攻击。听见那个桑树树梢有这个脚步声的时候，就要急速的怎样出战。那上帝对人的引导并非一成不变，有时他在前，有时他在上，有时他在后。人要凡事的求问他，顺服他的引导，就必得胜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样，靠主能够全然得胜的第一步，就是学会顺服上帝的引导。
我们恳求上帝，寻求上帝的智慧跟方向啊。然而，面对你生命的抉择，或者你在转换跑道工作的时候，婚姻啊，你是先有自己的想法啊，上帝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还是你学会像大卫一样，上帝啊，哪一个好？是这个吗？或是那一个？我们先求问上帝啊。我们看到大卫他寻求上帝之后，他靠着上帝给的力量。大卫并不自夸自己的力量跟胆识，他深信我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，所以他在战斗当中坚信上帝与他同在，是上帝赋予他战斗的勇气跟力量。要知道敌人的伎俩是层出不穷哦，他们会出其不意来攻击对手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次要面对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很小心的靠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制定适当的策略，不可轻敌和粗心大意。当然，唯有时时刻刻我们来依靠我们的主，凡事寻求他的指引。就好像保罗说：“我对什么人，我说什么话。”能够谨守他的引导跟他的教训，我们才可以制定合一的策略与敌人征战。但愿我们能够经历主的同在，以至于可以好像势如破竹，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，把这些世上的人的心夺回来，让他们能够归向我们的主哦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，我们要信靠主，我们相信他的能力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比外面还大，所以上帝的大能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，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及胜过各样的困难跟挑战。最后我们要看到靠主的信心哦，征战要有信心哦。大卫有坚定的信心，相信上帝必帮助他得胜，所以他不怀疑上帝的应许，他不怀疑上帝的能力，而是坚定的相信上帝必与他同在。大卫的信心是来自于他对这位上帝的认识，还有生命的经历。他曾经亲眼目睹上帝如何帮助他、保护他。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对付狮子、对付熊这些的凶狠的动物，他深刻的体会到这位上帝如何出手帮助他，有能力来胜过、压制这些的野兽。这些的经历就是使他对这位上帝的能力跟信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哦。特别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，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歌利亚这样的敌人哦，差距那么大，拿那么重的武器，大卫并没有害怕跟动摇，他的信心使他怎样勇敢去面对敌人。敌人拿这些铜戟刀枪，他就靠着几颗的小石子。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使他勇敢去面对敌人，他相信神就与他同在，无论敌人多强大，只要神的同在就必得胜。所以呢，他在跟歌利亚对战的时候，他对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来打我是用刀、用矛、用标枪，但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，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要打败你，砍下你的头，我要把非利士兵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。这样呢，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哦。”我们看到这种信心是让他在逆境当中，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害怕，不轻言放弃。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他战胜了仇敌。非利士人也是一样，2次的落败，大卫都将胜利归给上帝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
因为他知道他征战得胜是来自于上帝的同在和他的帮助，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。我们看到他这样谦卑，使得他得到上帝的喜悦，而上帝也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靠主全然得胜，并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没有哪一个难处是比我们的上帝还大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学习这一些的宝贵的秘诀，就是靠主全然得胜，邀请他与你同在，祈求他的能力与你同在。所以面对非利士人发动军事威胁，大卫没在怕，他也没有轻举妄动，他是先求问上帝怎么做、怎么办，在得到回应之后才行动，并且最后他得到胜利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过程你看到什么？对你我有什么提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宣告，我们要称谢你是全能的真神，你掌管天地万物，无所不能。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的能力有限哦，但我们相信你的力量是无穷尽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策略，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，让我们不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计划来行事，而是依靠你的指引。求你带领我们走在你义的道路上面。主啊，我们也要依靠你的力量跟勇气，赐给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的征战、仇敌的营垒，帮助我们胜过可能是病痛或者是一切的难处，让我们不因恐惧而动摇了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能够坚强的站立在你的应许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求你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，让我们不自夸自己的成就，而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你的见证，彰显你的大能，还有你的信实跟你的慈爱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天天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